上年10月，我哋參加咗學校森林課程新增嘅浮潛活動。依家想同大家分享我哋嘅所見所聞。珊瑚嘅生長速率好慢，每年大概淨係增長1公分嘅左右，所以我哋喺海入面睇到嘅珊瑚礁，往往係經過咗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嘅漫長生長。點解有啲珊瑚係白色嘅？珊瑚對於生長嘅環境好敏感，可能水溫同埋酸價值有些少嘅改變，都會直接影響到珊瑚同埋共生組嘅共生關係。如果環境變好咗，白化嘅珊瑚或者可以重新接收重和組，慢慢復原。不過如果環境壓力持續，珊瑚就會走向死亡。所以珊瑚白化可以講係珊瑚最後嘅求救警訊。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去保護我哋嘅珊瑚啊？我哋可以減少含有化學物質嘅防曬產品。此外，因為全球暖化導致海水嘅溫度異常升高，所以我哋應該落實從日常生活節能減碳，減緩全球暖化，避免海水持續異常咁樣升溫。